同埋我劉若寶。雖然我都係今日嘅大會司儀啊，我請佢哋入嚟一齊傾下偈先，係咪好精彩啊？係咪啊？我又睇咗兩次啦，係兩次係嘛？因為我睇早場啊，見唔到你借票啊。哦，唔緊要，你睇多幾場，我哋之後都會繼續借票㗎。係，好，我哋同咁多位主一齊傾下偈先。江生啦，想問下你今次第一次同張文一齊合作，會有好多槍戰同埋啲動作啊，你覺得邊一場你覺得最深刻，或者最想同大家分享咧？咁啊最深刻都係家人喺老道啦，因為以我記憶好少機會可以咁樣封咗條家人喺老道拍槍戰戲嘅，係啊。動作戲你覺得辛唔辛苦啊？OK 嘅，即係遲啲過多2年比較會辛苦啲嘅。如果嚟緊再拍，想唔想睇啊？好，到時大家多多支持。場喺紅磡廣場啊，咁紅磡廣場就玩我哋香港好特色嘅公仔機啊，咁即係大家可能我哋都想大家係揀嗰啲景咧，大家睇到都有一啲共鳴，即係大家都好似咦我有去過喎，依度我有接觸過喎，咁嗰個代入感可能會強啲，咁希望咁你話動作打鬥就冇啦 ，Andy 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對手啊，根本上係可以好多嘢諗到，亦都佢都會做到。咁我哋都嘗試咗好多新嘅動作啊，去挑戰啊，咁都幾好玩啊！